中国的海警船搁再来咱的海域的调查，今仔日透早咧有民众伫金门的海墘啊，看到中国海警船入来到咱的水域，离岸边上近是敢若5海里，也就是差不多9公里尔。海巡署是表示讲，有派3只海巡艇去甲赶互走，用2点多钟的时间完成任务。你已进入中华民国禁限制水域，严重破坏区域和平稳定，影响海上航行安全及交通秩序，请立即转向，请立即转向。这4只中国的海警船是2只做一组对金门北碇的东平，也搁有复兴区南平的海域，驶入来咱的限制水域。咱的海巡是随派3只巡防艇，那翕相、那广播，用2点多钟的时间，甲人赶到咱的限制水域以外。照这个路线看起来，中国的海警船就是调工编队要驶入咱的水域的。